昆虫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满哪嘢都有，长长的身影总是像人哋的目光。台湾昆虫王国度的生物众多，人哋三无马了嘅佢哋。佢哋上來覺得乜嘅用嘅秘密生法咧，就本人哋去下出發，尋看那康在人身邊嘅蟲誒。蟲誒，抗人潛。用藥嘅係昆蟲世界度嘅太明顯咯。在台灣就有370種以上嘅用藥嘅，愛觀察當簡單咯。在曬一檔熱條嘅自然環境，就有機會讀到倆動靜嘅昆蟲名聲咯。提供用藥嘅是花蜜嘅植物，很多美顏植物，倆條植物滿哪嘢都看得到，韓國開發嘅時間沒特別長，提供了又甜又好食嘅花蜜。故所將會有很多用藥嘅中醫機，故所愛挖揀倆條用藥嘅名聲，只愛種到花蜜純糖醇，聽草有當道嘅舒服。一般來講，好風化嘅用藥嘅價值會較強較華麗。其實，倆條係有用藥嘅一項嘅鱗片組成嘅，倆隻特徵在佢條嘅鵝類親戚沒看得到，故所用藥嘅老藥嘅本昆蟲學家按做靈翅目昆蟲，用碰鏡也係顯微鏡看倆條用藥嘅嘅嘢。做的發現佢條老其他嘅昆蟲同樣有木質嘅葉，韓國檢定一堆一堆像烏鴉同樣嘅鱗片，鱗片上有無孔色嘅色素，倆條色素產生的色，科學家按做化學色。不過，條韓做的看得到有用藥嘅嘅葉。等等一條走道嘅角度無同樣，會發出有鐵的色簡單。這是因為鱗片表面嘅結構，本光線產生雜雜嘅物理現象，按做物理色，係唔會因為用藥嘅變老，也係死體，就會唔見體咯。這條細細嘅鱗片。根本就係用藥嘅私人嘅化妝師呢。不過，倆條滿天飛嘅花仙子，那係講讀到風馳意，按用加上呢？這樣時，鱗片嘅那一種神奇嘅功能，就變成用藥嘅風水水耶。這係因為鱗片嘅結構含有排列嘅方法，本以水達到用藥嘅一項嘅時節，會牽做像球樣嘅跌下來，故所唔會留意打實體，本用藥嘅做得實實比到數那度低意。下一擺，你讀到倆條快樂嘅花仙子，要多注意佢條一項嘅神奇法術咯。